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公演过后，为过多人想要专业，有的人还可能唔想要个生人投入的，而自家做头家。啊，呢人可能如有到位共用的特点，各讲创新，各讲稀吃。今日来带大家认识些有安尼嘅体质的行业。有面包师傅专门卖豆浆、芝麻、擂茶，也到客家风味嘅小胖。有手工果酱业者用做豆浆嘅基粒来做果酱。有人囤客家民俗植物开发做风疗素材，还有人囤美味搭配客家中常见的花草结合，做出文创商品。伊能归乡实现梦想，囤传统的客家元素加入到自家的事业地度，做出贵贴配的商品。面团地杯保卫机来管，比到爱小胖韩国生啊，韩国好吃，师傅见菜见搭。我不是用糖跟油去控制它的柔软度，我是用制成手法去控制它的柔软度，所以我们的那个激酱吐司会比较偏柔软一点。后院的面包师傅总生态囤行业料理规条用的食材，用到胖地杯，就是爱做出有客家风味的小胖。我们行业哈也有很多东西可以拿来用，都市面上反而都没人看到那边使用，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作为烘焙的一个亮点，红英可能还没共用的东西啦。所以才决定说做客家风味的一个烘焙产品。寒天是做豆浆的时期，就时节种生态养热，夏天来做豆浆小胖。准备好材料，就用到机器杜烘，搅做面团，做出市场上无人做的豆浆风味小胖。以此嘅下摆经调整，让前出用料比例做出口味。鸡类啦，混合的时候，它的酵素也会影响到面团的发酵。那做出来呢，可能色泽、香气都要一段一段逐步去调整。而小胖看起来像热，种生态用花粉来做天然的双色剂。就想说，怎么去给它做一个着色？毕竟说我们吃的东西需要色香味俱全。对，那后来想到，花粉是一个不错的天然着色剂，而且它很健康。色泽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出炉喽。除了豆浆小胖，种生态还开发用芝麻、擂茶、椰叶叶豆，忙是有人拿来做小胖的材料。而开发新的客家风味小胖，遇到而开发芝麻小胖，种生态还同家婆合作芝麻。芝麻的部分还好，就是我自家阿婆教我用慢音做，所以那芝麻的部分会微调，我会把那个芝麻的盐分会给它减少，那相对之下芝麻的保存的方式就要有所更变。我的芝麻是在冰箱里面的，是为了保存，让它比较不容易去腐坏，因为为了让它跟我们的那个面团做一个结合，其实只是盐分减少。产品开发除了要做出客家风味以外，种生态韩国注重爱先天然的食材，希望消费者吃到安心又康健。目前呢大部分都以中年以上的长辈会比较喜好，因为他们吃的那个口味比较没有那么重。那因为我这研发的目的也是因为我爸爸他本身容易胃酸胃胀气，所以做这个来研发是给我的家人吃的。那所以大概跟我父母差不多雷同的年纪，或是对吃的这个方面比较有概念的顾客，他们就很喜欢我的产品。各种创业就立志爱做餐饮业，34岁起头一摆创业，就做烘焙业，主要是做客家风味小胖，希望在竞争暗激烈的烘焙业地位，开发出新的人客。我会希望说我的东西会让更多人看见，希望有更多的人喜爱我的东西。那
不单单是卖的多，我是希望是说，慢慢大家找回那种吃的感觉，东西的价值，而不是价格。一粒粒的蒜叶改爆满，因为铁蒜，人单单唔会直接拿来食。北部的行人提拿来做酒酱，唔过多会放少椰树后做出嚟果酱。果酱里面的柠檬汁，它主要是提供酸度的那个成分。那刚好那个给的它也很酸，它刚好就可以占去柠檬汁的那个位置。所以后来就是这样子决定将柠檬汁完全取代，用酸基当做酸味来源。囤蒜叶剥皮后，囤盐泡后，加到嘅冰糖落去，细细火嘅煸薄。放少而家嘅愛做嘅係蒜葉果醬，而因古火還愛見膠見落，那唔會出火啦。安尼結做天無愛2點鐘久。放少而那個世界上無乜嘅比果醬還個簡單嘅加工品呢？我用果醬來創業，係因為讀食品加工課，而想愛食到真正的天然食物。会做果酱最主要是因为我在怀孕的时候吃了太多添加物的东西，会吐得很厉害。那个时是想讲，我无爱用，一定其他嘢嘛无爱。可是我深度我做在防训是果酱，所以我是想，我本身是在投食品的，开始做研究，研究一下，又不加添加物是在做出来的果酱咯。唔過睇唔加添任何食品加添味的情形下，並唔係搭種果汁做出來嘅果醬，如係消費者認聽嘅果醬。大家覺得市售果醬應該很濃稠，可是有很多水果裡面並不是都有果膠，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怎麼樣讓消費者可以接受原來這樣稀稀的果醬也是果醬。睇放少嘢錄下順，偏偏都以為純啲咧。呢度路係佢嘅阿伯阿姨婆種嘅，按到原來公務員去拿來做酒醬，而希望打幫做果醬，按呢北部客家種爭有嘅酸嘅風味，就會傳承下去。其實酸橘從我小時候，它一直都不是我們會偷採的東西，就可以知道它真的是不好吃。但是為什麼不好吃？大家還是要種。我覺得對那些老人家最大的意義就是，他是在傳承某一些他們小時候的味道和記憶。可是現在因為利用率太低了，所以年輕人不種。我其實最擔心的就是有一天，如果真的連我們年輕的客家人都已經不愛吃橘醬的時候，那這個東西就勢必會消失。如果我可以盡一份心力，讓它可以稍微延續個幾年，這是我最大的願望。今天选择的是艾草叶，还有鱼腥草丢掉蜜，选择这2种。那这2种的话，就是对我们冬天皮膚瘙癢很有幫助。爺爺叫定義，long爪嘅放落玻璃硬喺度，再倒掉嘅葡萄籽油、木子醬用冷萃法做浸泡油，再個天拿到腦杯去曬，就做為出天然嘅寒天保養品。摘起來蜜桃啊哈，應該講出香啊，因為冬天哦，伊等於講有些人就受不了這個蜜桃剛剛弄出。行到園內度，木子醬綠綠滾嘅小嘅客家民俗食物，其實幾多路喺客家食飯都好，該熟悉嘅美食。講到嘛個就唔係攞去蒸嘢，冇個培養個還有嘅蜜醋棒棒啊，就會用嘅小水綠綠嘅小水泡泡啊，然後就可以落生嘢出腳啊，出身體啊。木子醬同朋友各有見向下創立芳療事業，來推廣自然又單純嘅食物療癒。按上網就係想改改變一般消費者，總係認為歐美嘅香草食物贏過台灣本土食物嘅刻板印象。大家對於精油它的理解都是由國外而來，那大家都喜歡用，例如說法國的薰衣草啊，或者說保加利亞的玫瑰之類的，大家願意花很多很多的錢去買這樣就是那種高級品種，但是事實上，
精油并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它事实上它是可以很本土的。我之前见讲等客家老祖公对植物运用的智慧，和透过形式典雅的包装，销给本客家。有个浸泡油的口场的时候啊，哈，把这些植物啊，哈，像我刚刚用的迄叶啊，叫点叶啊用的植物，我除了介绍的时候，我就可以讲客家人用。一時候呢，就會推廣客家人嘅文化，人家客家人嘅生活。年呢，唔是幾久就演出年嘅規定人設嘅美味，拍之後隨處畫出調皮嘅美味。前面句用美味做主角，加入客家素材，用文創設計來創業。我卻用花色的美味做出雕像，名氣從吹講來講去，看到人心花百開。美味同客家節慶的花結合共下，設計出來嘅比喻，強用等人食都講唔得。我哋客家種青豆花，一定都可以花樹下可以撩，一定可以撩嘅時間，我就講一定同花樹嘅互動又安好，然後我就提做結合，變成一個花苗。我不能做產品設計，提給元素，不用給我哋作品當中。手工的吐司，每日新鮮現做的哦。傳統椒醬拿來做棒，開發出新的椒醬蜂蜜小棒。做椒醬嘅酸結咧，加冰糖去煲出抗菌嘅甜點果醬。傳統客家民俗植物，提升咗時尚嘅風流素材。客家中會接看到嘅花花草同美味結合，做出定顏色真蠻上癮嘅商品。也到本地嘅日常生活當中，頻繁多種草樣嘅客家元素，睇也到創業家嘅模組調控、從保養嘅，開發出異能魚嘅商品，以為新市場。